城市祈禱中心21天禁食禱告，2026年1月26日第8天。主題：求主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中。經文：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3章5至6節。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，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。箴言16章9節。父啊，你若願意，就把這杯撤去；然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加福音22章42節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討人喜歡的，要像基督的僕人，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。以弗所書6章6節。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。馬太福音7章21節。訊息：我們往往想自己做主，一切事情由自己作決定，以為凡事掌控在自己手中是最安全的。但人生其實有很多事情是控制不了的，所以才令很多在低谷的人想尋求信仰依靠和幫助。那麼，難道我們仍要走回頭路，作決定時仍如一個不信的人一樣嗎？耶穌基督完全遵行天父的意思，艱難中也100%遵照天父的指引，使他最終得着最大的榮耀與權柄，統管萬有，作了天下萬物的主。故此，我們要以耶穌作我們的榜樣，凡事遵照聖經的教導，順服牧者與權柄的指引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聰明來為自己籌算。天父就必指引我們進入蒙福的道路，進入神給我們各人的應許之地，成為多人的祝福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我感謝你，讓我能重新得救。求你幫助我學習如何依靠你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聰明，放下自己的驕傲、自以為是，好使我能全心仰賴你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尋求你，按你的意思而行。求天父幫助我穿上你所賜的全副軍裝，以弗所書6章10至11節，有能力能夠抵擋試探，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，仍能站立得住。求天父賜我智慧，讓我在心意上得以更新和變化，能以明白你所喜悅和完全的旨意，不再被世界同化，進行天父旨意，照亮人群。也求你賜給我勇氣，使我能夠勇敢將真理行於人前，以行為向世人宣講耶穌基督是主，成為世界的光。現在，我願意向聖靈敞開內心，歡迎聖靈的引導，不消滅聖靈的感動，聆聽聖靈的提醒，永遠行在你的旨意中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而家我哋有啲安靜嘅時間，聆聽聖靈嘅聲音。